2026到2030年嘅5年係中山最關鍵、變化最大嘅黃金轉型期。最近嘅15-5規劃已經定晒稿啦，成個中山嘅發展方向邊度有紅利，邊度冇前景，全部重新洗牌。今日一條片同大家講清楚未來5年中山點樣發展，邊度最值得睇，紅利具體落喺邊度。首先大家記住一個核心定位，未來5年所有收路、起樓、搞產業、整民生，全部圍繞6個字：響東做強中心。中山唔會再單打獨鬥，各自為政。官方鎖定咗3客1族2大商圈嘅全新佈局。咁先同大家講下3個核心分別代表邊3個區域。第一個核心翠磡新區馬鞍島，絕對係中山未來嘅頭號引擎。貼近深圳，對接前海，係中山響東融合嘅第一門戶。呢度主打科創總部、生物醫藥、半導體、數字經濟，專門承接深圳嘅研發技術，企業總部外溢，做深中一體化嘅示範片區。呢度係成個中山城市能級最高嘅地方。第二個核心火炬開發區係中山嘅產業定海神針。過去火炬開發區係投資買樓嘅重災區，而家呢係專一做高端製造、機械人、醫療器械、新材料，將科創技術落地量產，打造千億級別嘅高深產業集群。第三個核心旗杆新城，專門補強中山主城嘅短板。未來5年全力做強中心，將市級總部、大型商場、學校、醫院、文體配套全部擺晒落嚟呢度，徹底改變中山冇核心商圈、冇核心城區嘅局面，做全市頂級嘅宜居封面。總結一句話：翠磡新區馬鞍島睇未來睇發展，火炬開發區睇產業，旗杆新城睇生活睇配套。跟住呢，再解釋下2大商圈係咩意思。呢度中山分成2條產業帶。東部沿海嘅叫創新帶，靠深圳做科創做高端產業；西部呢就係沿住西江做產業升級，重點係小欖、古鎮、東鳳呢啲傳統嘅燈飾、家電、智能家居產業。未來5年呢，中山嘅發展模式用一句話總結就係：深圳研發、中山生產、深圳總部、中山基地。交通方面，2026到2030年絕對係中山嘅爆發期，成個立體路網全面成型。城際方面，南中城際直通廣州，深江鐵路中山段即將通車，仲有積極研究緊嘅深南中城際，以後深圳、南沙、中山城際直通。高速方面做到所有站區15分鐘上高速，半個鐘頭直達深中通道。水上交通呢都升級㗎。坐船可以去到深圳、港澳，打造深中組合港，再加埋低空航線、無人機起降點、海陸空立體交通全部配齊。未來5年，中山最大嘅紅利始終都係深中一體化加港澳融合。作為中山人，我係非常睇好呢座城市未來嘅發展。以後職務服務、社保、醫療、教育慢慢同深圳接軌，互通共享。深中經濟合作區同深圳、南山、寶安一齊搞產業園，同時呢積極對接港澳，俾港澳青年、科創企業、專業人才過嚟中山創業、就業、定居，承接港澳資源外溢。民生同城市環境呢都會全面升級，學校、醫院、體育館、養老配套持續加碼升級。未來中山嘅生活質感會同以前完全唔一樣，真正做到宜居宜業，好玩好住。簡單總結一句，未來5年嘅中山，響東穩產業紅利，主城區穩優質配套，西部穩踏實自住，徹底改變小鎮模式，變身大灣區重要嘅科創製造、宜居融合核心城市。好多街坊都會問，咁呢啲高大上嘅配套對於我哋普通人呢，到底有咩好處呢？咁我同大家講翻最真實嘅、最實在嘅變化啦。第一，人工同崗位全面升級，
以前中山淨係得個流水線，普通工人，未來大量嘅科創、高端製造、低空經濟、藥企落地，高升嘅崗位會越來越多，而且深中打通之後，大家唔使再逼住去深圳內卷，喺自己屋企門口都可以揾到大灣區級別嘅優質工作，揾咁高嘅人工。第二，生活配套質素大升級，未來幾年大把新嘅公辦學校、新嘅醫院落地，補晒以前嘅民生短板。爛路舊小區、舊嘅城中村陸續翻新，公園、綠道、休閒場所越整越多，加上深中醫療、社保、教育互通，我哋中山人都可以享受到深圳級別嘅公共服務，住起嚟咧舒服好多㗎。第三，出行方便，城際、高鐵、快速路、水上口岸全部到位，以後鎮區出入好快㗎，15分鐘上高速，半個鐘頭到深圳，返工出遊都好輕鬆。咁重點嚟啦，呢套規劃咧對於中山樓市買樓嘅影響，直接決定你未來買樓係保值定還是係踩坑。聽得明嘅可以少走10年彎路㗎嚇。第一，而家中山樓市徹底冇得普升嘅啦，以後咧兩極分化咧會越來越誇張嘅。一句話講死，有規劃落地，有產業配套就升級，冇規劃冇配套難轉手。咁我直接同大家劃分清楚，邊啲係重點發展有紅利嘅區域，邊啲係未來5年零發展冇新配套一定要避坑嘅板塊啦。咁首先咧係全力重點兌現紅利最足嘅優質片區，穩升值保值好轉手。第一名翠亨新區，特別係馬鞍島、南朗呢度係深中融合第一站，有官方嘅重磅合作區規劃，高端產業、口岸、軌道、名校醫院陸續落地，係成個中山唯一持續承接深圳人口同資金外溢嘅板塊，前景係最好嘅。第二名火炬開發區，呢度不斷落地高新企業，金森園區產業人口持續流入，配套咧逐年完善，底盤超級穩㗎。但係咧買樓都要睇清楚，唔好選擇啲工業區範圍，值得入手嘅位置咧，要麼係博愛路靠近東區板塊，要麼係火炬中心挨住地鐵口嘅太陽城。第三名主城區嘅核心區，即係東區石岐、旗杆三城，全市唯一強中心落地嘅板塊，集中晒頂級商業、名校、三甲醫院同文體配套，持續構成改造金森城市面貌，抗跌性全市第一㗎嚇，最適合改善自住。第四名西部浸區嘅核心地段，小欖、古鎮、東鳳嘅鎮中心，產業成熟，人流穩定，生活配套齊全，產業持續升級。雖然唔會爆升，但係絕對穩陣，適合本地剛需安家。咁再同大家講下未來5年基本上冇新規劃、冇新配套、發展受限、買樓要避坑嘅重點區域啦。咁首先咧係五桂山成個片區，官方劃定死嘅生態保護區，唔俾大規劃發展，唔俾亂起商住，唔會落地大型嘅產業同埋配套，主打生態同埋文旅，零增值空間，純粹養老親近自然環境嘅就可以投資咧，完全唔使諗嘅嚇。其次咧係南部浸區偏遠邊緣地帶，譬如話坦洲、三鄉、板湖、沈灣嘅非核心區域，呢啲位置咧冇市級工程、冇軌道、冇大型嘅商場同醫院，構成改造嘅進度咧又非常之慢，人口持續流出，未來咧只會長期持有，房價升都升唔起啊，二手超級難賣。最後咧係所有浸區嘅遠郊荒地、遠郊新片區，純屬係住宅空城，冇配套、冇人流、冇產業、冇交通配套，唔響官方重點嘅開發名單入邊。未來5年咧基本上零兌現，只會持續陰跌貶值，鎖死流通性。最後咧送俾大家一句買樓嘅核心邏輯：未來中山買樓，整體規劃兌現，產業落地。交通配套，堅決避開深無產業，
冇產業、冇人流、冇新嘅配套。而家政策偏向剛需同改善，入手門檻低，但係炒樓嘅時代已經徹底結束啦。以後買樓咧，只揀優質，唔好貪平客。總結一句話：2026到2030年嘅中山係普通人人工升級、生活變好、出行變快嘅5年，亦都係樓市優勝劣汰、質優保值嘅5年。踩準板塊，揀啱規劃，先可以食到城市發展嘅紅利。